議員吳國昌話：現時無論買新樓定係舊樓都存在陷阱，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物業中介、監控樓花買賣同埋提高收積質素。林靚靚報導。議員吳國昌引述居民反映，現時無論購買新舊樓宇都存在陷阱，例如有單位臨時僭建增加面積，新業主接手之後需要承擔責任。部分新建樓宇價值幾百萬嘅單位亦都會滲水，一啲內部認購單位遲遲未建成，價格仲不斷提升。佢書面質詢當局，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物業中介、監控樓花買賣同埋提高收積質素。議員陳偉智書面質詢當局，要求交代政府將2600幾萬元嘅石排灣公屋地段編製施工計劃服務合同，同埋價值4200幾萬元嘅路氹城污水加壓新泵站建造工程執行合同，分別判俾兩間公司，有冇公開招標同埋佢嘅批給理據。另外，任務局出版物由葡文書局獨家代售，陳偉智認為係唔公平嘅商業行為，要求當局解釋。議員高天